점도 공부도 섬계 공부도 제 다들네 도마 점도 공부도 성로나。那我们在上课之前呢，还是先观修皈依和发心。那我们首先观修皈依。那请观想我们的对面虚空有导师释迦世尊，世尊两旁有持世还有文殊等八大随佛使围绕。那在他们的下方呢，就是我们最主要的修行教授是智他幻。智他幻是出自于吉天菩萨的入行论，所以我们就观想吉天菩萨。吉天菩萨的四周是龙树还有无所等26双眼，或是17大梵智达等印度的传承祖师围绕。那在他们的下方呢，就观想宗喀巴大师。宗喀巴大师的四周呢，是一切藏传还有汉传的传承祖师围绕。那在他们的下方就观想尊者，尊者的四周呢，是一切和我们具法缘的上师围绕。那观想他们都是真正的佛，他们能够成佛的原因呢，就是因为他们修学了成佛的方便，也就是灭地和道地。所以我们知道呢，正皈依呢就是法宝、灭地和道地。那心绪之中呢，具备灭地和道地功德的无特情，无论是声闻圣者、缘觉圣者，或者是大乘圣者，那都是我们皈依的助伴。那我们在了解了三宝之后呢，就至诚的对三宝做皈依。发生任何事情呢，都不要忘记跟三宝做祈白。而且我们皈依最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自己能够获得今生以及来世的安乐，也不是为了能够获得解脱。我们皈依最主要目的呢，是为了一切有情都能够成就佛果位，然后为此而皈依。他的那身边公布的。那观修完皈依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就观修发心。发心也就是升起唯利有情愿成佛的菩提心。那我们皈依，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呢来思维为什么要升起发心。那第一个呢，就是从奇因果的教授。那从奇因果的教授呢，我们可以思维到说，一切有情呢，在过去世都曾经当过我们的母亲。那在当我们母亲的时候呢，就如同今世母亲对我们一样，爱护呵护着我们，所以由此而对一切有情呢，升起念恩以及报恩的心。那报恩最好的方式呢，就是将一切有情安置于毫无痛苦，并且具备最殊胜安乐的佛位。但是呢，我并不具备这样子的能力，唯有佛呢才具备这样子的能力，所以由此而升起唯利有情愿成佛的发心。那第二个呢，就是从自他换的角度呢来做思维。那在思维自他换之前呢，我们要先思维自他平等。自他平等最主要理由呢，就是因为我是希求离苦得乐的，如同我希求离苦得乐一般，一切有情呢也是希求离苦得乐。那我们除了希求离苦得乐这一点是相同之外呢，那我们知道我们所有的苦乐呢，也是关带着其他的有情，所以为了使自己以及他人都能够获得最究竟的安乐，同样也是升起将一切有情安置于佛位的心。但是同样的呢，我并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唯有佛呢才具备这样的能力，所以由此而升起唯利有情愿成佛的发心。那升起了发心之后，接下来呢就是立下誓言。
因为我从今天开始，乃至下一堂课之间，或者是未成佛之前呢，那都能尽我的能力去利益一切的有情。那假使不能利益一切的有情呢，那也尽我的能力，不要去伤害任何一个有情。哦也是，他的呢，归生是归佛、归法、归僧、归生是归佛、归法、归僧、归生是归佛、归法、归僧，诸佛正法显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不一，我以所修说法之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真法显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不一，我以所修说法之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真法显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不一。我以所修说法之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哎，他个上子已经列掉了吧？拉手，已经里啊，让有了先辈先人团队的已经的经验是，但了他已经的经验是的已经我的做差不多。他已经给那些我做呢，已经的了，怕也不一样，俺那搞的是呢，原先没被已经，原先当给为已经，原先忙也被已经，原先忙就被已经，原先电脑马不被已经的俺来是，但也俺来说了，他第几档原先已经俺的是，本来已经俺就了吧。已经俺的本来，哎呀，已经俺这个机呢，已经俺的了，他给当那么说呢，个人的的的的，看一些呢，俺呢本来咱没打把这个已经就给个人话，咱没打把嘞三百，咱没打把一三嘞三百已经就给把一呢，咱没打把嘞三百逻辑给把啦，他逻辑给当了，咱没打把嘞三百个逻辑给把啦。그 깨당 민자위기 가져야 되잖아. 깨당 민자위기 아니 가져야 요매 디게 조식이야.
他一句了俺写上一句俺的做开始是呢白头节呢咱没打把人300个落地一句去但是咱没打把人300个落地咱没打把人300个落地俺的做但是咱没打把人300个落地给完了给当没打我看这人是了对但给当没打我的了俺的没打给最没打我俺给托人给当的心里他团大的名的都是跟在买吧跟在的给我写的但我的给这写当的心里了那上一堂课呢，我们是讲到就是第13页的最下面，就是讲完了视察意的形象。那接下来呢，今天就从视察意的分类呢开始做解释。所以14页呢，第一行呢就开始讲到说呢，视察意呢又分为5种。那第一个呢就是没有理由、没有原因的这个视察意。那第二个呢就是原因相违的视察意。那第三个呢是原因不确定的视察意。那第4个呢是原因不成立的视察意。那第5个呢是虽然有原因，但是没有经过抉择的这个视察意呢。那总共呢就是有5种。那为什么要安立就是5种视察意呢？那我们举例来说，比如说呢，我们心绪之中呢会升起一个就是执持声音是无常的视察意。那执持声音是无常的这个念头或者说这个想法呢，就是它升起的方式呢，就是有5种不同的升起方式的缘故呢，所以安立了5种不同的视察意。就是我们虽然说内心会升起声音呢它应该是无常的，但是声音为什么是无常的呢？然后升起的方法呢，就是5种不同的方法升起，所以安立了5种不同的视察意。他原先没被一句，原先的给予一句写起的话，他你的背景想的话，背呢，原先没被一句，原先没被一句写起的话，背呢等到我让做能用了呀，背呢咱没打把人上边逻辑给吧，因的给用的，安尼原先这个团呢，咱没打把人上边给，没这个，他刚才看了话这个，咱没打把因为原先这些呢。安尼我让做的啦，咱们打把的上边落接当进一步了哇，接当进一步了哇，他等呢，你买，他得进一步了哇，原先这些交钱，咱们打把因为原先的，安尼别人，基马人的谁呀的我的，我的切巴人的谁呀的我的，原先。写家人的谁呀的我的，原先养打把因为了做嘛对吧？前年。养到吧，赢的没给家没不去，原先就写完了带呢，安尼咱们打把人300个落去给当进过了哇，的的，他对啊，他都是给当进过了哇，对给当进过了我的是。那举例来说呢，就我们先讲一个例子来说好了，就是当我们心绪里面呢升起声音是无常的这个念头或是想法的时候呢，一定是呢就是有某个人呢告诉我们说一个理由，那不管说这个理由呢是正确还是不正确的，他可能跟我们说呢，声音呢它是无常，它为什么是无常呢？因为声音呢它是刹那刹那幻灭的，或者说呢声音呢它是无常，为什么是无常呢？因为它是所作性。或者说呢，声音它为什么是无常呢？因为呢，它是所知，就是不管说这个理由呢是对的或是错的呢，那总之他会先告诉我们一个理由，就是然后呢，我们就会听到说，声音是无常。那不管说这个理由是正确或是不正确，那总之听完他的解释之后呢，我们的心里面呢就会兴起一个念头，声音呢是无常的这个念头。对的，他第一句，他也懂得这个呢，一句爱难啦，他的公度，原先养的把一面了嘛，对呢，俺那咱们大把人300个落街上进入的啊，去进来，他养一句，他的一句俺不的多呢，进你那个多的进的，那进的原先养的把一面这些就那嘛要不去。पहले जाति मिटा पर रेदा सलाब चम किंसे खाया माजे पर किंसे खाया तेला माफा पर अने जाति मिटा पर रेदा सेवा समला तेनी अने जा मिटा पर रे संबे की लोके का जी हुआ
제대로 연구로 이제 딩아라도 남규라 로케당 토네 삼로 땅바 이네 데 지어라 미치기 레다 슬랍제 균제지 셰베 토네 레 사베 로케당 지다 야 균제 가야 마임베 토네 레다 세베 레 슬람베기 라바 짬라 테니 아니 야 로케당지 니 연구야 디 이제 나보디 드나 니나가 두어 당보디 균제 가야 때라 마바바 마저벌 아니 다디 미타바 레다스 뭐 되게 라바 짬라 때니 빼나 람라 때니 다 미타바 레 삼베 로케당 지긴 거야 야 균제 양다바 인다 마임발라 마트 바 양다바 인니 마트 바 균제 가야 롱아질라 때니 다 미타바 레 삼베 로케당 지니 거야 제정이 연구 요인자 당보디 균제 매베 유지 균제 가야 때라 마바베 거니 다디 미타바 레다 슬라바 짬라 때니 다디 미타바 레 삼베 로케당디 균제 맵이 유지해야 돼. 다 디와기 유지 균제다 개위 유지다 망해비 유지의 균제 얘기 때라 마법이 유지 된주 강가 가리나 두고 균제 양다바 이메라 마트바 다데 미타바 레다 세비 균제지 양다바 이나 마이 균제지가 때네 아니 그 다데 미타바 레다 사벨로지게 바이나 보다 딩잉이기 나가 두고요. 다 니바 딜라 아니 가르레스나 균제 양다바 이메라 마트바 딜라 파체 용디 아니 균제다 개와다 아니 망해봐다 오다 두지야와 치고这一种呢，就是我们先讲到说，就是在升起视察意的时候呢，心绪在升起视察意的时候呢，就是有2种升起的方式。那第一种呢，就是不论说他的理由是正确或是不正确，总之呢，就是他们在跟我们讲述说，哦，声音是无常的时候呢，不管说他用的理由或是正确的或是不正确的呢，那总之他会讲一个理由，然后讲出这个理由之后呢，我们就会觉得说，哦，声音应该是无常。那这是一种视察意升起的方式。那第2种视察意升起的方式呢，就是他只有告诉我们说声音呢是无常，但是他没有告诉我们任何的理由，他只说声音就是无常。那听到这一点之后呢，我们声音就升起了哦，声音应该是无常的这种想法，就升起了这样子的视察意。那所以如果我们把视察意呢，就是收摄起来来说的话呢，就可以分为2种。那一种呢，就是这边我们所讲到的没有任何原因的视察意，就是他没有讲原因，他只告诉你说，哦，声音呢它就是无常，你只要知道声音是无常的就好。那没有任何理由，然后我们心里面呢就现起了，哦，声音是无常的这个念头。那这个呢就是没有理由的这个视察意。那第2种方式呢，就是他告诉你个理由，但是这个理由呢，不管是正确或是错误的，总之呢，他就是告诉我们说，哦，声音呢它是无常的，因为呢什么样的原因。那第2种呢，就是观待原因而升起的视察意。所以呢，如果我们把视察意呢去做收摄的话呢，就是可以收摄为就是没有理由的视察意，以及呢观待理由的视察意2种。那观待理由的视察意呢，我们再把它去细分的话呢，那就可以分为就是课文里面所讲到的，就是原因相违的视察意，原因不确定，原因不成立，或是虽然有原因呢，但是没有抉择的视察意呢，又可以去做这样子的细分。对，他本来我们做来了，我现在我们做谈到罗面介绍罗面康的的明啦，秘法开我，他开秘法乐园嘛的，是吧？妙法乐园，秘法乐园是吧？现在我们做谈到罗面介绍给他。罗面康德了呀，按教室的名字，美法乐园子，他美法乐园写的，等于是罗面康就有点大，是了，原先看呀这些嘛，叫这个美法乐园子的这个这，告诉我的教室等于是有点是哪位呢？等于哪位怎么带你？哦，美法乐园是个等于教室等于是有啥人300个罗街当去用过是吧？原先看呀这些嘛叫。아니 야 균제직 대시 균제는 시 대시견이 균제 양다바 대시견에다 양다바 마임바 대시견에다 균제직 대시견발라 때네 양다바 이미 가야 마트 पर 아니 오미 발로 예세기 데데 결로미 체사기 아니 체사기教室 데데 지 요레 균제직 대시견바 양다바 마임바 가야 마트 पर 데데 대시견이 로케단치 용거라 아메발로 예세 데데 教室 데데지 요리 삼백이 로케다지 이용구도 안 하란줄 용구도 봐. 제가 텐데 용어야 디 용구 요아 인자 당부디 균제 가야 뭐 대시 맞아버니 메발로 예세 데데 教室 요리 라와 점라 때네 레 삼벨로 시게 초구도 봐.
어디 근제 매비 주세 되리 근제 가야섬 다 만제비 토네 디레 삼벨로 케치키 거와 다 윤제나 게 이주다 디 매직이 이주다 윤제 양다바 이미 가야 마트 발 양다바 디시게 바이나다 양다바 마임바지 윤제 셰바원도 땅바이나 데네 가야 마트 베기 아니 디레 사비미 발로 예서 저스 데디 요레 삼벨로 시케치 거라 오다 디 가르레스나 아니 니바티 차비 다 니바티 다 딜이야 미발로예세 저스 데디 요레 세디 윤제지 디시게 발라 데네 레삼벨로 딜라 다 파체윤디 아니 균제 양다바 균제데 개와다 균제다 망해바다 어다 두스게 잡고 두스체네 아니 타마 이제 타마데서 간가 되는 바 쳐두고요 어다 딩에 빼잖아 되듯이所以呢，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就是我们在讲述到这种就是不需要原因呢，我们就能够升起的视差异，以及呢透有理由之后呢才升起的视差异。那这个在我们心绪呢都会有的。那举一个例子来说呢，就像我们现在就是上课的这个教室呢，叫做妙法乐园。那妙法乐园呢，如果说大家以前没有听过的话呢，那现在第一次听到说上课的地方叫妙法乐园，然后我们心里面就升起原来上课的地方叫妙法乐园，但是这是没有任何理由的，只是因为说怎么介讲了说有个上课的地方叫妙法乐园，那就仅听到说有妙法乐园这个可以学习佛法的地方呢，那我们内心里面呢就升起了有妙法乐园，那这种呢就是没有理由的这个视差异。那第二种呢就是别人告诉你，就是去跟你解释说，其实妙法乐园呢，它是存在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怎样的目的呢，而有了这间教室。那不管说他解释的理由呢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呢，总之他是跟你告诉你一个理由，说为什么要成立这间教室？那这个教室怎么样？他讲了很多理由之后呢，那我们心就会升起，原来上课的有一个可以修学佛法的地方呢，叫做妙法乐园。那第二种呢是透有理由呢而升起的。那第一种呢就是只是听到人说有个可以上课的地方叫妙法乐园，那内心就升起有妙法乐园这个可以修学佛法的地方，你就先升起了这个视差异。那所以第一种呢，它就是不需要任何的理由，只是别人呢就是讲到之后呢，那我们内心呢就升起了，那这种呢就是没有理由的视差异。那第二种呢，就无论说他讲述的是正确的理由或是错误的理由，总之就是依靠着理由呢而升起的视差异。那依靠着理由而升起的这个视差异呢，那就是从4之2呢到4之5的这些分类呢，一个一个去做细分。인디 단다 딜로 계단지 도와 딩안쪽이 민다바레 마도 마란쪽이 귤라 삼로담바이나 녀에 토네 마란쪽로 로 딘주 계단지 마란쪽 삼로야고 땅에 계단지 용고요. 그래서 딩나티 계단지 용고래. 다디 용다디 배 단다 용단데 배 지시 잡아래. 와 디리. 다 윤제 매비 이주더부디 배디 당부 윤제 매비 이주스는 하고 송아. 윤제 매비 이주스도 콜라 윤제 여다 메게 시기요마 데 노교마다 칩딜라 고juk 노아인가요 윤제 매베 이제라도 콜라 빼나 메발러 윤세디 요레세디라 윤제 매베게 시기요마 강 유들라 윤제 여다 메 이제디기 유들라 윤제 여다 메게 시기요마 빼나 담미다바레스 담미다바레 윤제 요로 담미다바레 윤제 매베 요마로你发六月说的药，就是的那句药儿是用军队下药嘛。第军队没被医学来的，医学的个抗血这个有的了，军队有的没给这些个药嘛。第做那说。那这边呢，我们就一呢，就以我们的经验呢，就是来做结合，然后来讲解，就是每一个分类它的一个事例。那我们先看到第一个，就是没有理由的这个视差异，没有原因的这个视差异。那没有理由的这个视差异呢，它并不是说这个视差异呢，它的径、它的所量呢是没有理由的，并不是这个样子，并不是说。妙法乐园是有的，妙法乐园是有呢，并不是说它存在呢是没有理由，不是这个意思。或者说我们讲说声音是无常，并不是说声音它就是无常，这个是没有理由的，不是这个样子，而是说声音是无常，它本身是无常的。那声音是无常，其实是有理由的，但是这边所讲的就是没有理由的意思呢，并不是说声音是无常是没有理由的，或者说是讲是。妙法乐园这间教室是有的呢，是没有理由，并不是这个意思，所以大家不要搞混了。对，
단다 말한도 균제 매배 이주 세디 이주기 유들라 균제 유매 마타바체 디 균제 매배 이주 라비아디 조 카레라고 그랬으나 다 이주 깨당티 균제라 되니 이주 기기 매바 인자 강 이주 깨야기 이주 깨지기 유들라 균제 요마리스 페나 담미다바 레다스 라바 삼라 때리 담미다바 깨버마도 미치기 담미다바 두비 균제 담미다바 이비 균제 가야 되시 마자바 근데 균제다 그냥 균제 강다 만제비기 토니 레 삼비기 로 삼지 이제 삼지 깨바 마도 코 균제 강라 때니 깨바 균제다 데베 토니 이제 깨바 마로와 디인도 콜라 균제 매비 이제 세리 미발로 유세디 요리스 라바 삼라 때니 마도 코 예비 균제 균에 대시 가요 마로 디디 균제다 데베 토니 코 이제 미발로 유세디 자우스디 요리스 아벨로 깨요 마로 코디 로케야 레다 세바 터바 잠라 때니 다디 터바 잠라 때니 레 사발마도 예비기 균세 가야 마제발라 때니 아니 이제디 깨바 인자 덴데 이제들라야 아니 균세 매비 제세 어디라고요 야 16데라 이제기 유데라 균세 예미게 저 고요 마다 어디래 所以呢，没有理由的这个视察意，没有原因的视察意呢，并不是说视察意的这个境呢，它是没有理由的，而是讲说升起视察意的这个方式，就讲说升起视察意呢，它不需要理由，它就能够升起这样子的视察意，就是它并不需要透由任何一个理由，它就能够升起支持这一法的视察意。就像我们刚刚所讲的，就是我们在支持声音是无常的时候呢。只要有人听到这样的声音，就是有人跟我们说声音是无常，我们光听到这样的声音之后，就升起了支持声音是无常的视察意。那这种呢，就是没有理由的视察意，讲说它升起的时候呢，升起视察意的时候是不需要理由的缘故，所以叫做没有理由的视察意，而不是指说这个视察意它的境本身是没有理由的。或者说呢，我们光听到人家说哦，有妙法乐院这一间教室的时候，然后内心呢就支持哦，有妙法乐院的这个视察意，那这种呢也是不需要任何理由的。所以这边所讲的没有理由呢，是指说视察意它升起的这个因呢是不需要理由，它就能够升起这样子的视察意呢，所以叫做没有理由的视察意，或是没有原因的视察意。哦，对，但原则呢，给予一就是了。다 균제의 계획이 있어서도 단위 가서 사탕게 라바 낭시래. 가르에서는 균제라 마대베게 되는 이제 계단지 대시지 겹송아. 다 가르려고 하래서나 다 균제 양다바 이미 가야라 마대베게 담에다바 레 사바다 덴데게 미발레教室 다 동문이라 당부들의 배대자 균제 양다바 이메라 마대베게 미발레니 덴데 教室지 요래 세야지 연구를 봐. 요래 세야지 다 요래 세지 균제 양다바 이메라 마드베기 균제 직 대시 잡아라 때네 미발로教室的요래 선별로 깨다지 이유도 다 균제 이빠들라 균제라 때네 깨다들라 균제나 개와 세야 돼 그래서 다 균제나 개와 세야디 가르에서나 균제나 개와 세야디 균제나 개와 세야디 균제나 개와 세야디 pena de dejilamna tikirwa ane me vallo yese de chawse de yores karichini yores labaina me vallo yese chawse de yore chawse de yore de chawse de ane yebi gunzen de shi kyawi thati khala yores labaina ti pena megolo yores yato 아니 지 갸하를 요르슬람 그 균세 땅가 개와 차리요 그 예사디 땅 등업인의 저기 미발로 여기教室的 예사디 땅 등업인의 저로 그 균세 대시 겹사데 오 요리 가서 메고로 요르슬람 그 백 개와래디요 그걸 요마르와 인도로 요마르 더걸로 요마르 제접배는 강 균생기 대시 겹사디 균생기 대시 겹사디다 공업인의 증이디 ngobeni tsingidi tata gewachi beshe gabra di chane dindi gunze de gewa de la tene anta hamagunge jina mi wale chawshi yori yor khari khoi yori yebi gunze kesan o megolo yori indulu yori se do the togo yori se do jila jambuli shambala yori se do jila ina khog khonge di samlo nangla
요래 삼바트 잠기 올레 잠블리 샤발라 요사레 메고라 요사레 냠베기 로 균센 딜라테니 거기 자우스데리 두 삼베기 로지 케기 요레디 강케기 케베기 미발리 예베기 두제디다 균센 예베기 두자 미발리 자우스 요바디다 균센이 딱딱 개와 차네요. 개와 차디인데 디 딜라테니 균센 개와 치글라테니 아니 레 삼베기 로지 케기 요바 인자 이제디 개바 인자 디자니 아니 고카르스는 균센의 개위 주스 거.那第二个呢，就讲到说与原因相违的这个视差异。所以第一个呢，我们就已经了解到说，就是第一个升起的视差异呢，它是不需要冠带任何的理由，只不过因为呢，有人告诉我们说，哦，仅依靠的这个声音，就是别人告诉我们说呢，哦，声音呢是无常，或者说哦，妙法乐院呢是存在的，所以我们就升起了哦，妙法乐院是存在的这个视差异，但不需要任何的理由，所以这种呢就是第一个没有原因的这个视差异。那第二个呢就是与原因相违的视差异。那与原因相违的视差异呢，同样的，它也并不是说这个原因呢是。这个境的原因是错误的，而是说他升起的方式，他给的这个理由呢是错误的。就比如说呢，哦，这个人呢，他跟你说妙法乐院呢是存在的，那妙法乐院是为什么是存在的？因为妙法乐院呢，它在美国，或者说呢，妙法乐院呢，它在印度，或者说妙法乐院呢，它在德国。那这个理由呢，就跟妙法乐院它本身存在的地方呢是相违的，因为呢，妙法乐院它并不是在美国嘛，它也并不是在印度或者是在德国。那我们用这种错误的理由呢讲了之后呢，但是对方还是会就是升起哦，妙法乐院是存在的这个视差异，他也会升得起来。不过呢，他的理由呢，他就是支持这种错误的理由，他会觉得说哦，妙法乐院是存在的。它为什么是存在呢？因为它存在的理由就是因为妙法乐院呢，它存在于美国，或者说它存在于印度。但是呢，实际上妙法乐院并不是存在美国，也不是存在于印度。所以呢，它的理由呢是错误的缘故，是相违的，和它所安立的这个理由和它存在的这个方式呢是相违的缘故呢，所以讲说原因相违的视差异。어디 답변이 다 태어난 자바이나 자디 미타바 레다 슬라브 자디 미타바레 생이是无常다 윤생 카레라바이나 와 다为什么呢윤생 카레라나 자디 생이的미타바이无常的카레서 윤생 카레서는 오버레 민둑세야 되지 누바레 민둑세야 고 딱바레도 세야 윤생 거바이나 강 균세 거야기 딱바 임발 딱바 임비 균세라 때니 아자디 미다바 레다스라데 균세 딱바 임바다 두자 미다바 임바다 따다 개와 차디어 봐 제자 균세의 강 주비야기 미다바 임바 주비야 딜라 미다바다 개와 딱까지 줍디어 봐 딱바 임바지 줍소 오다 딜라 때니 강 균세 개와 찔라 다디 그 로데 끼기 요리티 로디 끼기 요리 아래 딱바 인자 고 미다바레 삼비기 다디 미다바레도 삼비기 로지 끼 초구 요리티 기네 로디 끼 요리티 균센당 개와다 강 두제 균센당 개와 찍을 때니 두제당 개웨기 균세 찍을 때니 아니 로디 끼기 요인자 로데라 균센의 개웨기 주스 다 되나잖아 도스 자주래 那刚刚呢，我们是举例来说，那如果是和意识呢相结合的话呢，那就讲到说，比如说我们心绪当中呢升起了生死无常的这个视差异，但是呢，在解释的时候呢，他所解释的这个理由呢和声音是无常的这个所成呢是完全相反的。就比如说呢，他跟我们说，哦，声音是无常，声音是为什么是无常呢？因为声音呢它不是事物，或者说声音呢它为什么是无常呢？因为呢声音是没有作用者，或者说声音它为什么是无常呢？因为声音是常。所以说，我们所安立的原因呢，常跟我们所要成立的无常这两者呢是完全相违的。但是我们也是可以透由这样子的理由呢，而升起声音是无常，就是升起这个声音是无常视差异的这个人呢，他可能内心呢会觉得说，哦，声音它是无常，为什么呢？因为声音，因为呢是常的缘故，是可以透由这种方式升起视差异的。不过呢，就是我们所安立的这个原因呢，我们能成的这个理由呢，跟所成的这个無常呢，是完全相违的缘故，所以呢，这个就是与原因相违的视差异。다디 균세의 개위 주세야 돼. 다 균세 망에 비 주세라. 다 균세 망에 비 주세야 되라.
균제 망에 배 유주에서야 돼 균제 간대질래 그래서나 빼나 균제 망에 배 유주에서는 당연히 빼지자 빼디 가르에서는 빼나 미발르에서 잡스디 요레스 가르치니 요레스데 가르치니 요레스네 티 사모 땅에 두아스 근데 지 사모 땅에 지 두아스 근데 레 삼게 사모 땅에 지 두아스 라바이나 미발르에서 요레스네 람게 지 두아스 라바나 티기 캬바 둑투고 말아 람니지 여바 짬기 코 여베 캬바 균제 캬바 둑투고 말아 빼네 리보라 요레스 람이 랍초고요 요레데 리보라 요레스 셰베 다디 요레디 주지게 다이 죄초고요 리보라 요말 제자 하나지 미 발리인스 자우스디 요레스 카르스는 다메레스 다바지나 다메이나 인지미지 여베 캬바 둑투고 말아 제자 강 균제 꾀야디 미 발리인 자우스디 요 자우스디 요레 카레스나 코 삼로 땅에 두아스 코레스 요레 삼게 두아스 삼게다 잠블리 만주 삼로 담다 초고로와 이네 간사바나시 요고메도와 제자 삼번나시 그 미왈리여세디 삼번나시 간사게 삼초고도라는 삼초와 잠기 예베 캬바 균세 네바 두토고메도 디 균세 망해바세디 캬바게 망해 균세 딱다 캬바게 망해 딱고 제가 강사들이 미발레여서의 시주 칸에 람니지 도왔으나 람니 여바 잠기 그 여바 두투고 말. 근데 다음에 임바 잠기 다음에 미발레여 자우스도 요 가르스나 다음에 도왔으나 다음에 임바 잠기 그 여바 두투고 말. 제가 캬바 좀 두바 인자 캬바 망해 봐 윤세 따다 망해 봐기 라테네 깨베기 아니 이제 담이다 바레스 가다 미발레여레 로여디 요레 삼베게 로텔라 그 윤세 캬바 망해베 균제치가 때니 깨바 인자 디찬에 콜이야 아니 균제 망해비 죄了吧。那接下来呢，我们看到第三个就是原因呢不确定的这个视差异，也就是呢因理不定的这个视差异。那因理不定是什么呢？就表示说它所安立的这个原因呢是不周遍的，就是不一定的，所以叫做因理不定，或者说呢原因不确定，就是它没有周遍，所以叫做不确定。那我们再举例来说呢，那同样是说呢，就是妙法乐院是存在的，为什么是存在的呢？因为有人这样子想，并不会因为有人这样子想呢，妙法乐院它就会存在的或者说妙法乐院呢它是存在的，为什么呢？因为有人这样说，有人说呢不表示说有人说妙法乐院存在，妙法乐院就会存在嘛。就像我们有人说就是有兔子脚，但是有人说有兔子脚，不表示说兔子脚呢就是存在，所以他所安立的这个理由呢并不是周遍的，或者说妙法乐院呢是存在的，为什么呢？因为无我的缘故。无我呢也不能够说它就是存在的法因为只要是无我的话呢，它也不一定是存在的所以这种理由呢，就是它所安立的理由是不周遍的缘故呢，所以叫做因理不定，或者说呢，它的原因呢是不确定。所谓的不确定呢，就是没有一定的意思，也就是不周遍的意思，所以叫做原因不确定的视差异。他听那些跟这忙个被一切些，他本来团了家吧伊呢，他的米大把人家上边个落结巴啦。के खसीला मिठादी मिठाबा गिंजे सामने तांदो ओ ठादी मिठाबा रेदास खरसना कोई योपारे तो दामे रेशास शेजा रेशास ता तेने सामने तांबला तेने ठादी मिठाबा रे सामने लो के भाई ना को गिंजे मांगे भी खरसना शेजा इबाचन की मिठाबा इबा छाबा टुटु मारो 다가나시 아니 여바 이바sam기 미다바 이 차바 두두 마로 다미 이바sam기 다미 시자 이 차바 두두 마로 제자 된데기 로디 균세 가야 차바 망에베 균세 지가 때니 아니 깨베기 로 다미다바레 삼고 로지인다 콜 균세 망에베 주스 오다 til라고 균세 차바 망에바 지가 때니 깨바 걔는 깨 초요 봐 pero sheja redas la ale sheja imba inza ko midaba insari samchogro ina samya di gunse mangeba chaba mangeba chila tene saba inza di gunse mangeba就是过那刚刚呢就是以譬喻来说，那我们以意识来讲的话呢，就比如说我们在升起声音是无常的这个视差异的时候呢，那我们所安立的理由呢就是声音呢是无常，因为呢它是有的，或者说呢声音是无常，因为呢它是无我，或者说呢声音是无常，因为呢它是所知。那我们知道呢，只要是有呢，它不一定会是无常，它不骗是无常，这个是没有收骗的，或是
哦，它声音是无常，因为呢是无我，是无我呢也不一定会是无常，这个也是没有周遍。或是声音呢它是无常，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所知。那我们知道是所知呢也不骗是无常，这些理由呢都是不周遍的。当然我们是可以透由这样子的理由呢，升起声音是无常的视差异，就会升起哦，声音它是无常，因为呢它是所知的缘故。我们是可以透由这样子的一个理由呢，升起声音是无常的视差异，但是我们所升起的这个理由呢，就是因为它是不周遍的缘故，因为我们知道说，只要是所知，它不一定是无常的缘故，所以呢，所安立的理由不周遍呢，所以是因理不定，也就是呢，它不周遍的缘故是不确定的缘故，所以叫做原因不确定。大体现在忙个被一句白的专业介绍说啊，白的一个厕所啊，厕所。拉手。他现在忙着被一句是。他现在忙着被一句谁的来了不去不了，那什么，现在忙着被一句谁的，白呢，哎呀，可是呢，对了，现在白呢，他没法乐用谁的原来是吧？没法乐用谁的教师的原来是，可是原来是，可是呢教师的原来，因为跟这个。扩大过来是那为呢？有的是，可是呢，大过来是那为呢？没法利用写的教师的有的，可是呢，大过来是刚原先马住吧，可是呢，没法利用教师的啥堂经啊说，开把了什么当了啊？刚主家给的么给原先的当刚主家业务的给我一的没，开把有的没，也就写了吧。他谈的这些个要嘛。谈到没法利用教师框，有的可能当官的了呢，没法利用教师的当官嘛了吧？当官人呢，我正常人嘛的，正常人老年看人嘛，可能老中其实要嘛，当官人呢，给也没过来，老没法利用教师的，和正常的所有的每个团员要的，安尼所有的，他的首先把这个电脑老个的，我不是这个团体要的，可刚。原先马祖巴说的，刚确诊的你，刚原先关呀，第一我马祖巴，这马祖巴这个确诊刚原先没法利用的，有的可能是大瓜热的是了的，大瓜因为个我马祖巴这个啦，原先就过巴了，但呢，俺们以前的改巴印象，但是以前的啦，原先马祖巴以前是过。那接下来呢，我们讲到说。第四个呢，就是原因不成立的视差异。那这个原因不成立的视差异呢，就是我们要稍微就是了解一下，就是比如说呢，我们刚刚也是用妙法乐院来说，哦，妙法乐院呢它是存在的，为什么呢？妙法乐它是存在的，那原因呢？我们原因安利的时候呢，就是安利到说，哦，因为它是常法，那这种呢就是原因不成立。那这个呢跟前面两个的差别在哪里呢？前面两个呢最主要是讲到说就是。能成立法和因之间的关系，就是因它是否周遍是能成立法。但是呢，现在所讲的呢，就是第三个，就是原因不成立，讲的是有法本身，就是妙法乐院这个有法本身呢，它是否是因？就是我们讲说，哦，是妙法乐院呢，它是存在的，因为它是常法。那它的体性呢，本身就不是常法，因为妙法乐院呢，它是无常的法类，它是刹那会坏灭的这种无常的法类，它本身呢就不是常法的这个体性，所以呢，它本身是不是因的这个原因呢？所以这边所讲的原因不成立呢，是指说这个我们所安立的这个例子呢，它本身和你所安立的这个因呢体性呢就不符合的缘故呢，所以是原因不成立的视差异。他的了白呢，他的团了加菜，他团了加完以呢。jadi mitawa redas takaran reda dubja takaran ta mitawa jadi mitawa redas khares mishi ke sungja redoa slawaina mishi ke sungji inja redoa slabi sa thangi nganzo ke ja kharishi yori slawaina kiran jo tab debo yobai tab debo yone kiran jo khajik cheda 大家如果方便的话呢，可以把视讯的镜头给打开。没有方便没关系了。好了，不方便呢也没有关系。
어때 다디 다디 미타바레다스 랍디 미타바레다스 다디 미타바레다스 카레스나 미시기 숭자레다스 레도아스 라바이나 다디 미타바레도아 다디 미타바레다 카레나 미시기 숭자레도아스 라바이나 스타 당기 가지고 가래 미시기 숭자디다 미타바니디 게기도 그거미도 강 균제디다 두자니디 게기도 게기미도 삼 깨지시기요 균제다 게미게세 아 두자 미사당이 미시기 숭자레도 하세야디 균제 망해봐서 미시기 숭자이나 미타바 이 고그레 고고 말에 캬방에만 깨지시고 단다 균제 마두바세 디깨지시기요 말 자디 미타바레다 미시기 숭자레도 하서 강 최제 자딩이 서이딩이 아니 미시기 숭자 뭐 임베기 자디 미시기 숭자 말아 미 통하요 말 자디 미시기 숭제기 오강 균제 고야디 균제디기 오 마두바치 그발라 때니 아니 자디 미타바레다 사벨로 깨와 인자 디 균제 마두베 이제 균제 마두바세야디 지당 거랑 미시기 숭자 균제디 미시기 숭자 거랑 요마요 깨지 시기요 말 강 균제 고야 균제디 요마요 깨지 시기요 말 균제 마두바 지당 마두바세나 이 매발라 구요레디 이네 균제 마두바세다 강 최제딩이 강 고야기 균제디기 오 마두게 지글라 아니 대시 균제 대시 깨발라 때네 로디레 사벨로 지깨바이나 텔라 균제 마두비 제스고那所以呢，这边我们就要先了解，就是以人切，就是刚刚他的手指来比的话呢，拇指呢就像是有法，然后呢，食指呢就是能力法，那中指呢就是因。那我们一般所要成立的呢，就是我们的所成呢，就是拇指加上食指，这个是我们所要成立的。那我们所要成立的呢，就是声音是无常，因为有法呢是拇指嘛，就是声音。那 B 呢就是能力法。那能力法呢就是无常，那 C 呢，食指呢，中指呢就是我们所要安立的因，那也就是呢，就是我们刚刚所安立的呢，就是眼之所取嘛。那或者说我们用 A、B、C 来讲会比较方便啦，就是 A 呢，拇指呢是 A， 就是代表有法，就是声音；那 B 呢就是能力法，那也就是呢无常；那 C 呢也就是因。那我们一般呢所要成立的，我们的所成呢 A 加 B 呢是所成。那我们刚刚呢在讨论就是与原因相违的视差异，还有原因的不确定呢，原因不确定的这个视差异呢，它所讨论的呢都是 C 和 B 的关系，就是 C 和 B 呢是相违的缘故呢，所以是与原因相违的视差异，就是因和能力法呢是相违的缘故呢，所以它是原因相违的视差异。那原因不确定的视差异呢，就是 C 呢它不周遍于 B 的缘故呢，所以是原因不确定的视差异。那现在呢，我们在讨论这个原因不成立的这个视差异呢，并不是说这个原因呢它本身存在或是不存在，因为我们现在所安立的就是声音有法是无常，因为呢是眼之所取的缘故，并不是探讨说原因不成立，并不是说眼之所取它本身是存在或是不存在，并不是在探讨这个，而是现在探讨的呢是 A 和 C 的关系，也就是呢声音它是否是眼之所取，但是声音它的体性本身就不是眼之所取的嘛，它并非眼之所取体性的缘故，所以呢可以讲到说，因为 A 也就是声音它的体性呢并不是眼之所取的缘故，所以这个原因呢是不成立的，所以这个所讲述的关系是 A 和 C 的关系，那前面两个呢都是在探讨 C 和 B 之间的关系。对。他이제 마주베 이제 조사서 다디 가래 빼디 조사 되는 조사래 당연히 튕겨担当就是조사 다 현재 얘기 때라 마바비 이제 다 현재 얘기 때라 마바비 이제서 간대질라 부여래 슬라바이나 빼는 현재 얘기양 세디 강 현재 거야디 현재 얘기양 세디 강사 빼는 안다 붙이 차사 아我举例来说他爱给打不起给俺们就是他也背过他我背过背秘法论院是的教师的原本可能蛤蟆公的几个蛤蟆公的可能几个秘法论院是的教师的有的是因为秘法论院的教师的有可以前面一个多要嘛可以还可以要嘛因为呀秘法论院是的教师的有的可以有的是俺就拍个前面的有的是
tende mi tende laba lamye ki kansa tekarangi mi vali yobati susu ki shigi yo marete yine ya ko jadi gunse de yanda pa radio ba phage thewen le yore seji在台湾有的是那位军事的人，现在等着老爸不讲啥，台湾人的没法利用这教师的，有把的台湾的有把的，可以前面的多有的是呢，多有嘛。现在可以马多那样，可以军事的点了拍表，军事的杨大不就点了拍表，点了拍表的军事点了拍不讲啥，台湾人的可以都有的是呢，都有嘛。第一的军事越讲点了马拍表就是。可以军事杨大不有把的个协同有嘛。我听的军事有一个点了马比喻，就是第军事有一个点了马比喻，就是的，其他军事有没有些我们讲还你把利用原面还毛个没讲啥几个马军事就这些加把伊那样，军事杨大不就这些加把伊那样，军事杨大不这些加个的了，有的是的了，军事有的的，他们呢有的是有的，有把的可以前面点了拍都有嘛。第点了拍马不是呀？第军政就不不讲啥，可能给前面给多嘛多单，前面给点了拍马不给这些不要。那接下来呢，就是讲到第5个，就是虽然有原因呢，但是呢没有经过抉择的这个视差异。那同样的呢，我们先举一个例子来说，就是有一个人呢，他就是他自己呢，他也不知道说就是妙法乐院呢到底在台湾的什么地方，然后他也没有去过台湾，但是呢他在讲理由的时候呢，他说哦，妙法乐院呢是存在的，为什么是存在的呢？因为妙法乐院呢在台湾，他虽然说呢他安利的理由呢也是正确的，但是他从来就不知道说妙法乐院在台湾的什么地方，他也没有去过妙法乐院，所以这边讲的未经抉择呢，指的是说他的量呢没有通达妙法乐院在台湾这一点。虽然说他所安利的理由是正确的，但是呢讲述的这个人，这个普特伽罗呢，心绪之中具有这个妙法乐院在台湾的这个视差的这个普特伽罗呢，他本身呢并没有通达妙法乐院在台湾，因为他根本就不知道说在台湾的什么地方，或者说在哪里，他完全不知道。但是他所安利的理由是正确的缘故，所以呢，这边讲的未经抉择，也就是量不通达的意思，就是心绪之中具备这个视差的普特伽罗呢，他本身并没有通达妙法乐院在台湾，但是他所安利的理由是正确的缘故，所以就是虽有原因，但是呢没有经过抉择的视差异。哦，他听。现在他军事也给带了，他的那些被团了加把人呢，被呢咱没大把军的马多把钱，生意是无常嘛，那就我刚才说过的，生意无常一把的被呢马多把钱，前面看上马多把钱的，哦，生意的没大把人的，可是什么七八人多啊，那把人呢，腾讯都把人多，我不人多，谁都，军事的了店呢，哦，咱的没大把人上边逻辑给把人呢。但这个落地刚军政有的，可以军政养大不有的，咱的没大把人的，可是现在七八人多啊，身边军政养大不有的的，现在但这个刚啥，大家人个军政得了，什么当年个军政就把不叔叔人个刚啥，这个得了拍土有的为什么？咱的没大把人把的七八人把的，前面得了拍有的为什么？前面得了拍土有嘛，的前面个多有的为什么？多有嘛。第多嘛吧，因此军政咱的本来咱的没大把人的，七八人都上边个军政得了，但是咱没大把人上边落地军政咱没大把，因为军政养大把原来养，但这个军政上路当啊不干啥，第一咱没大把前面给得了嘛爸爸，甚至前面给嘛多把因此，我军政有一点得了嘛爸爸，就是我。那我们再结合意识的话呢，那同样呢就是身世无常，那就是这个普特伽罗呢，他也能够安利呢，就是他心绪之中呢也升起了声音是无常的视差异。那他所安利的理由呢，就是哦，声音它是无常，为什么呢？因为声音呢它是所作性，或者说呢声音它是无常，因为呢是事物的缘故。他所安利的理由呢都是正确的，但是呢他自己本身呢并没有通达。声音是无常，或者说呢，声音是所作性，它并没有通达这一些，就是他心绪中的量并没有证得声音是无常，或是证得呢声音是所作性，或是声音呢是事物，他都没有通达。但是他所安利的这个原因是正确的这一种呢，那就是虽然有原因，但是呢未经抉择的视差异。哦，他对，你说啊，他对，他定义说这些，他的看他做哈国家说呢。他第话给跟这个讲的嘛，这些叫参与的，大家让嘛送给的，俺嘞，他当过呢，看的是呢，
Damita chebe nga zamla tene damita ba zimbe lo tabu sago swa tadi kare gunze madube ije kaza gunze mebe ije so damita ba reda salaba zamra madu kan gunze dan dewa gi tone damita ba re sambe lo juni ke o ma wa di damita ba zimbe lo te tabu tangbe cheshi yinte damita chebe dadi damita ba tamje joba ige damita ba reda salade damita ba re sine tamje joba so damita ba re lava tsamre madu damita be yimbe ki gunse kaya mandewe kitone damita ba re sambe lo chike ba wa odi chane an ko tangbo yin gunse mebe yi je se de tadi sadagi korake aso 那如果说对于上述所讲的这个例子呢，还有意义呢，都了解之后，那接下来我们来看课文的话呢，就比较容易了解。那其中呢，就是讲到说，第一个就是没有原因的视察意呢，那就讲说呢，仅依声是无常的这个语词，就是依靠的声音是无常的这个声音，而支持声音是无常的这个觉知呢，那就是第一个呢，没有原因的视察意。那它为什么是没有原因的视察意呢？因为呢，虽然借由着声音是无常的这个声音呢，这个说明呢，他了解了声音是无常的这个主张。那所谓的主张呢，也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A、B、C 里面，就是 A 加 B 呢，也就是我们所讲的中，或者说呢 A 加 B 就是我们所讲的这个所成。他对于这个中呢，就是他能够升起声音是无常的这个中，他的内心能够了知这个中，但是却没有说明声音是无常的正确原因，因为他是仅凭了声音是无常的这个声音之后呢，他就认为呢声音是无常，他就认同了这个主张，但是呢却没有去说明声音是无常的这个正确原因，就是没有任何原因呢去讲述，不管说这原因是否正确呢，那这种呢就是没有理由的这个视察意。大姐姐，对姐。 다 라서 디 다 되게 잡자서 다 전주 노동게 딸에 잠미다버 짐베게 로타부 다디 균제 매바 하고서 균제 매베 이제스디 이정아디게 나네 전부치디 균제 매베 이제스야 돼 균제 균에 균제다 마르버기 토네 로레 삼베게 로케당 진거로 디게제셔 다 단다 디멘지 니바디 시방아바 주고 가자 니바 숨바 민시 니바 숨바 시방아바도와 디 시부디 균세 양다바 이내다 매낸다 델라데니 균세 직라 카야로와 직라 데네 디레 삼벨로케야디 니바 숨바 시바 메제데 다 디나네 라바디 균세 양다바 마임바지 다 도스레 데데 당보디당 시바니디 롱아란조게 로케당게 전에 첨바니 가능로 조야래 所以呢，这里呢，就是刚刚我们所讲到的，就是视察意呢，在一开始区分的时候呢，可以分为两种。那第一种呢，就是没有透由任何的原因，它就升起这样子的视察意。那这个呢，就是我们所讲的第一个，就是没有原因的这个视察意。那后面呢，就是第二、第三、第四、第五个呢，它是透由原因而升起的视察意。但是这个它所关带的原因呢，不论说正确与否呢，那它都是关带原因才能够升起的这个视察意。所以 关带原因升起的视察意呢，再去细分的话呢，又可以分为就是2、3、4、5这4个。大姐，是吧？他天天俺做的，他的阶段的呗呢，是吧？呗呢，这个我们的经验，俺做的养路能了，养路就呗呢，第了呢，俺做我们在台湾里面臭豆腐。 臭豆腐啷个来？臭豆腐是，然后的，现在臭豆腐生意的，别的他听俺做有人，别呢，臭豆腐生意的，有的生的，俺做个臭豆腐有的上边个老健人的，别呢俺都去台湾来练的，臭豆腐有的上边老健人的，臭豆腐生意的有的是老简单的了，你嘛都多少要嘛？这个臭豆腐生意的有的是那不怎么的，你什么了啊？在 臭豆腐存在，臭豆腐是一只老简单鸡蛋。然后俺这个了，臭豆腐生意的原先养到把银巴鸡的，买把养到把银面看呀买把，看了嘛对把个原先看呀容我这个店里，臭豆腐生意的有的的是一只老简单，没到你嘛都多少买了吧？俺这个老大什么看得起，我不看得起呢，看得起了吧？ 那我们再举一个例子来说，就是比如说呢，就是台湾呢，就是有一种食物，我们知道叫臭豆腐嘛。那就像还没有去台湾之前呢，那就是呢，我
京剧里面呢升起就是了知到说哦有臭豆腐这个东西的时候呢，那第一种呢就是就是有人跟我说台湾有个食物呢叫臭豆腐，但是没有任何的理由，那就是因为有人讲说哦台湾有臭豆腐，所以我内心里面呢就升起台湾有这种食物呢叫臭豆腐，这种呢就是没有任何理由而升起的。那另外一种呢，就是别人会告诉我说，有臭豆腐那台湾有的食物叫臭豆腐，那这个臭豆腐呢，它是怎样怎样怎样，为什么叫做臭豆腐？那他讲了很多的原因，那不管说他讲的这个理由是正确的或是错误的，那我内心里面同样呢，也会依靠着这个无论是正确或是错误的理由呢，而升起台湾有一种食物呢叫做臭豆腐，所以就是心绪里面升起呢，臭豆腐是存在的方式呢，就是有2种不同的方式。균제 가야 마데 버 초토부 균제 가야 살로 마다 버 초토부 요리 세 라바 참라 때네 초토부 요리 삼베게 로지 깨바이나 태메나 요리 삼베게 로토 깨바이나 덴데게 로디 카르차도 요리 슬람나 균제 메비 이제 티차고 요리 사탄기 담미타바 담자 줘바 참라 때네 아니 담미타바레 삼로키 도디 균제 메비 이제 그고 요리 所以呢，就是我们现在了解到说有2种分类呢。那第一种呢，就是别人没有跟我讲任何的理由，只是跟我说台湾有一种食物叫臭豆腐。那听到这样的声音呢，我就升起一种知识台湾有一个食物叫做臭豆腐的这个视察意呢，那就是如同这里所讲的，它就是仅依靠着声音是无常的这个声音，或者说这个语词呢，然后就支持了声音是无常的这个觉知，然后就是透过别人跟我说台湾有个食物叫臭豆腐呢，那我就支持说台湾有个食物叫臭豆腐的这种觉知呢，那这种呢就是第一个就是没有原因的视察意。大姐，他어때? dire. 다 균쟁이 받대 균쟁 tunjo nudong gitale da metabazim lo tabu nibe chichi de tunjo nadanda da gewisha. 다 균쟁 de la samlo tangdan de la 다 균쟁 de dewe gitoni ani da de metaba reda da metaba re samlo de la 균쟁 gitone samlo tangbachi de 균쟁 mebe tone samlo tangbachi nido wa 균쟁 mebe tone samlo tangba ina ko 균쟁 mebe ijo chason. 다 균제 삼노땅와 이내야 자디 미타바 레다 가르레스는 고 딱바 레도 세야도 tunju 누동 레도 tunju 누동라나 tunju 누베 똥알고 tunju 누베 똥알도 tunju 누바 마임발고 이 값서 바보 tunju 누동라야데 tunju 누베게 똥아셰바데 똥아데 마임발고 지당 똥셰베 찌들라 마임바다 매발고 당이요 빼나 사조 품베 똥라바이나 사조 분배 똥 나야 돼 분배 똥단디 사조 될 분바 매발 거고 분바 예배 똥한테 분바 매발 거고 단다 다디 딱배 똥 나야 돼 다딱과 마임바 거고 디나시 다딱과 똥세 다딱과 마임바 거고 낭시 단다디 값수 예매기 깨자 말이 이마이 깨자 튼주는 똥수도 다디 미가바리 가르스면 튼주는 똥라도 튼주는 바 말아와스라나 튼주는 말아와스 다디 튼주 누베 똥아이나 미다바 임바니 딱다 개송 균세다 개송 강 줍자디데 균세이 튼주 누베 똥아이나 미다바 마인고기여로 마도 미다바 인고해지다 파시하는 마인고기여로 강 줍자기 균세 줍자디다 균세 고야니 보디 딱다 개와지라 때니 아니 개와 인자 그 균세다 개위 줄라고요 那所以呢，我们就了解到说，就是在我们升起呢，就是能够指使就是一法的这个了知觉知的时候呢，那就会有2种。那一个呢，就是仅透由听闻这个声音之后呢，然后内心呢就支持这一法的这个觉知。那以及第2种呢，就是除了听闻之外呢，那还有透有理由，然后呢才去支持这一法的这个觉知。那刚刚讲的没有任何理由呢而去支持的这一种呢，就是第一个呢就是没有原因的视察意。那接下来呢就是第2个呢就讲到说与原因相违的视察意。那与原因相违的视察意呢，那这边就解释到说就是透过就是能发挥功能空这个音相支持身是无常的觉知，那就是第2个呢就是与原因相违的视察意。那这个所讲的就是能发挥功能空呢，就是我们一般所讲的就是具作用空者。那这边的具作用空呢，所谓的空呢就是没有的意思，就是一般在藏文里面呢讲到空这个字的时候呢，它有2种不同的解释方式，一个呢是解释为没有，那一个呢是解释为不是。那在这边呢就是能发挥功能空者的这个空呢，或者说我们讲说具作用空者的空呢，是指说不是的意思，它就是不是能够发挥作用者，就是它不是具有作用者。
那这种是属于不是的意思。那如果说我们在一个地方讲说，哦，此处凭空，这个地方呢瓶子是空的，这个地方瓶子是空的意思呢是说这个地方呢没有瓶子。所以空呢有两种不同的解释，那在这边呢是解释为不是的意思。那不是的意思呢，就是它非具有作用者。那非有具有作用者呢，那这个呢就是我们所讲到就是非事物的这个现象嘛。那非事物它本身呢就是常，那常和无常两者之间呢本身呢就是相违的。所以这第二个呢就是讲说与原因相违的视差异。哦，他这个呢是写界大嘞，他这里嘛。그치 고초고 이게 당연히 망복거라 겸네 랍데 양자 이게 뺐다고 모두 다 세제 딸에 잡메다 받지 로다부 순배 체지이디 세자 잡메다 받지 망에 베티지 세서 어디래 근데까지 세자세도 세자요 봐 균지그 와 대인데 잡메다 받래 삼백개 로게 잡메다 받래다 가래서는 세자래도 여바래도 삼백개 로라 때니 아니 다다 메다 받래 삼백로 깨바이나 강 균제 망에 봤을 가래 망에 봤을 강 균세 꼬야 디당 줍제니 보들라 캬바요 말와 강 줍제 꼬야기 아니 균제디 셰자인비 균제라 때는 미다바 이바 줍토고 말와 셰자라 딱바다 미다바 니요래 제담 셰자인비 균제라 여바인비 균제라 때는 미다바 이바 줍토고 말와 줍마도 했는데 강 줍제 꼬야기 균제디다 강 줍제들라 캬바 망해바 니게 매바 인자 될 때니 아니 깨바 이제 깨바 이제들라 아니 균제 망해비 주스 어다데 所以呢，这边想要说呢，因为就是能发挥功能空呢，就是具作用空者呢，它跟声音呢是相违的。那接下来呢，第三个呢，就是同样的，就是从所量这个音相呢，其实声音是无常的这个了知呢，那就是第三个，也就是呢原因不确定的这个视差异。那我们刚刚讲到说，所谓的原因不确定呢，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 A、B、C 当中呢，就是音相还有呢能力法当中呢，就是 C 呢它要周遍于是 B。就是如果是一个正音的话呢，它 C 一定要周遍是 B， 就是 C 一定要是 B 的意思。但是呢，我们这里所安立的这个音相呢，这个 C 呢是所量。那我们知道说所量和所知还有有法呢，这三者是同义的意思。所以当我们说声音是无常，因为呢是所量的缘故，因为呢是所知的缘故，因为是有的缘故的话呢，那这个理由呢是不周遍的，这个音相呢是不周遍的。为什么呢？因为是所量的话呢，它不一定会是无常。同样呢是所知的话呢，它也不一定是无常，因为我们知道所量里面有常无常，所知里面要么也是可以分为常无常，所以呢这个音相呢没有周遍的缘故呢，所以它就是原因不定的这个视差异。어다 시제다 균제 마주비 이제 세야데 균제 마주비 이제 세야데 미시게 송제 따레 다메다 바즈베 로타부디 균제 마주바 가르에스나 다데 미타바 레다 가르에스나 미시게 송자 레도 아슬라바이나 강 최제 다딩이 균세 꼬야기 균세 디 모르 마주바 미시게 송자 균세 꼬바레 미시게 송자 균세 강 꼬바 미시게 송자 꼬야기 균세 디 모르 마주바 치 아니 균제 꼬발라 때니 아니 담이다바레 삼발로 깨바 인자 디자니 아니 고카레스나 균제 마주비 균제 마주바세야디 조강 우키시 딩이 강 균제 꼬야기 균제 디 모르 마주바 치글라 때니 마임바 치 꼬발라 때니 깨바 인자 아니 균제 마주비 주스 어티라블라 那接下来呢，第四个就讲到说呢，透过眼知索取这个音相呢，支持声音是无常的这个觉知呢，那也就是第四个呢，就是原因不成立的这个视差异。那我们知道说呢，第四个呢跟前面两个是不一样的，因为前面两个最主要是探讨就是 C 跟 B 之间的关系。那现在呢讲到说就是眼知索取的这个音相呢，它是属于 C。那这边探讨的呢是 A 和 C 的关系，也是我们第一个呢就是所别式，也就是声音。声音呢它本身是否是就是眼知索取？因为呢声音它并不是眼知索取的这个体性的缘故呢，所以所安立的原因呢不成立，因为声音它本身不是眼知索取的缘故，所以这个原因不成立的缘故呢，所以第四个呢是原因不成立的视差异。다 담미다바 체메 망에베 간사기 주기 제달레 담미다바 집을 로타부 나베 친시인데 균세 여기 때라 마바 담미다바 체메 망에바 스 담미다바 마토바체
Damitaba Madoba, Mada Susu Maranzo, Madabu Chiki, Damitaba Madobe Kansachi, and the Chepa in Bikunzela, the Damitaba Re, Sabelo Kebaina, Gunsen Yore, Negi Damitaba Re, Sambeki, Lotela Gunsen Yanda by Yore, Negi Gunsen Yanda by Yoba, Negi Gunsen Yanda by Chepa in Bikunzela, the Damitaba in Bangi, tell a pub to your listener, Yemitaba in the tell a pub to your mother, Yemitaba in the Toyo mother. Oh, Tinza, the Chane. Damitaba Seme Mangebe Kansai Gigi, Cheda Damitaba Zimbalo, Mabe Tiji, the Chaba Damitaba to be Gunse Yandaba Reti, in a Kansa Tiki Gunse Yandaba D, then a pub to your mara. Daddy Cheba Imba, the Cheba de Mitaba in the Kabato to your mara. Oh, Tiri. 那所以呢，这边就讲到说呢，因为眼之所取呢是成立生死无常的这个不成因，不成的意思呢，也就是它的这个 A 呢并不是 C 的缘故呢，所以讲到说这个不成因。那第五个呢，就是无法以量决定呢生死无常的这个普特切罗它的相续当中呢，然后透过所作性的这个影响，支持呢生因是无常的这个觉知呢，那就是原因就是虽然有原因，但是呢未经抉择的这个视察义，就是讲到呢，就是以我来说呢，就比如说所作性呢，它虽然是能够成立生因是无常的这个正确原因，但是因为呢我本身呢并没有办法通达呢生是无常，就是并没有办法决定生因是无常，尚未抉择出生因是无常的这个缘故，所以呢所安的原因虽然是正确的，但是呢因为我本身的量并没有办法通达生因是无常的缘故呢，所以就是虽然有原因，这个原因呢又是正确的原因，但是呢没有办法经过心绪之中量去抉择，也就是量去通达生因是无常，那这样升起的这个视察义呢，那就是虽然有原因，然未经抉择的视察义。哦，他已经啊的，他好说，已经啊的，国家家为呢，已经军政有把了店里给当起，但军政没把了店里给当起你钱，军政有把了店里给当得了呀，军政养大把没把了店里给当松钱，军政的给为一句，军政忙一笔，军政马主笔松钱，安尼军政养大把了店里给当的几钱，但嘛什么样的，马上对呢？都不成了，对的。当不军政没把了，等你给当起呢，军政有把了，等你给当起你，军政有把了，等你给当的了呀，军政养大把了，等你给当的了，军政养大把没把了，等你给当的了，你把、三把、四把，军政养大把了，等你给当的了，俺把的，我对的。所以呢，这边讲到说呢，视察义呢，它升起的方式呢，就是如果我们总测来说呢，就是两种。那这两种呢，一个就是不依靠原因呢而升起的视察义，以及呢第二个呢依靠原因而升起的视察义。那第一个呢，这边是五个分类里面呢，第一个呢没有原因的视察义呢，就是不依靠原因所升起的视察义。那接下来2、3、4、5呢，它就是依靠原因而升起来的。不过呢，在依靠原因或是依靠理由而升起的视察义里面呢，其中呢又有3个呢，就是依靠着非正因而升起的视察义，以及呢依靠正因呢而升起的视察义。所以当中呢，就是第2、3、4与原因相违的、原因不确定的，还有原因不成立的视察义，这3种呢，就是依靠着非正确的理由而升起的视察义。那最后一个呢，就是虽然有原因，但是未经抉择视察义呢，它所依的呢虽然是正确的原因，但是呢，这个第5个呢，就是依靠着正因呢而升起的视察义。所以升起的方式呢，可以将视察义分为5种。哦对，他第了点呢，我让这个什么能了啦，开当起卡了的，是那为呢，我让这个落开当的忙切，点点都是给的个，我让这个落开当忙切，变成他人家啷个来做切，安尼啷个来做切。我不去通为呢，岁岁让上给，我不去通为呢，啷个来做呢？超过几个，他本来我谈那个天不得的，然后谈到如果几个，哦，师范大学生就要的是那位呢，师范大学生要的是，阿嘞，师范大学生的都3个老师给了啊，跟这没为就给说，哦，师范大学生的，哦，我专用的，我如果去专用下，可专用是个多了的，跟这样的我就等你给说。师范大学生的都过了这穷了一下谁的不的，的过得没牛了一下谁的不的，的他们的军政养的我没把就过来呢，军政养的我没把它这里给送，
那现在俺这个落街当忙些，他的一句给落街当阿不得的，这玩意把吓到着急掐掉嘞。那就是我们以经验来说的话呢，就是一般我们内心里面所升起的这种想法呢，那大部分呢都会跟这5种视差异呢，就是离不开这5种视差异。比如说呢，我今天走在路上的时候呢，那旁边呢就有人跟我说，哦，这里有一间师范大学。那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师范大学在什么地方在哪里，但是呢，就是因为他跟我讲一句说，哦，这里有一间师范大学的时候呢，我内心呢就没有理由，然后就会升起，哦，这里有师范大学的这个视差异。那这是第一种，就是不依靠理由呢，仅凭他这样讲述，我就升起哦，这里有师范大学的视差异。那第二个呢，就是他还跟我说，哦，这里有视察，这里有一间师范大学，为什么呢？因为他曾经去过那边学习，怎么样之后，那这一种呢，就是虽然说我还没有看到那一间师范大学，但是透由他所讲述的这个正确的原因呢，但是我也升起了哦，这里有师范大学的这个视察，也是透由正确的原因而升起的。那或者说呢，跟我讲的这个人呢，他自己呢也没有去过，他也是听说的，然后说哦，这里有一间师范大学，那这师范大学呢，它其实很小间，然后里面呢人又不多，那这种呢就是错误的理由。那我也会依靠着这种错误的理由升起说，哦，原来这边有一间师范大学，不过所依的理由是错误的，所以我们一般内心里面在升起视察异的时候呢，离不开这5种视察异。大概那就俺说拉布里罗中的这个这些呢，哦，没得上过药嘞，没得度假嘞，这个是他是不好人，他是好人。怎么讲的话，我们5个那个心里面的掌握就恰的，别人没得上过来，哦，没得别人也不要的，上过来是那边，哦，原先看嘛了不就没得上过学的人了，哦，没得上过有啥的，没得也不有啥的，没得原来全部来下，我在这个上。第一年被给落给了，你军人没被一句给多，啊，没得上过来的是，啊，你军人写完了，军人养到我没把就写完呢，那送你把书写完，得让了做多啊。但军人养到把就写完呢，军人养到把，你不就你养到把了，等那个上过一把的，原来要把的养过一把的写的，军人他妈的可能多送啊，或者得做还要。那同样的呢，就是以我们来说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在认识，就比如说有人带我们去认识其他人的时候呢，那因为我根本就不认识这个人，那他就跟我说，哦，这个人呢是一个善良的人，那我心中就升起，哦，这个人是善良的这种视察就现起来，并没有任何的理由，只是因为他跟我说，哦，这个人是一个善良的人，那我自然而然呢就觉得说，哦，他是善良的人，那这个呢就是没有任何理由的这个视察。然后或者是呢，他跟我说这个人是一个善良的人，因为呢他做了哪些事情。那虽然说他讲的这些呢都是错误的理由，那这个时候呢，我所升起的视察意呢，就是第2个、第3个跟第4个的视，依靠着第2或是第3或是第4呢而升起的视察意。然后或者说呢，他跟我讲说，哦，这个人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或是功德很大的这个人，然后为什么呢？他就讲述了正确的这个原因。那虽然说我没有通达说这个原因是否是正确，但是因为他讲的这个原因是正确的呢，那我透有这个理由，然后呢而去知道说这个人而升起这个人是善良的这个视察意的时候呢，那这个呢就是虽然有原因，但是没有经过抉择的视察意。哦，对。他以呢，得了俺让这个落雨基础给托呢，养育或者养育托呢，什么当得了，头发这个要的，头发卡的要的是那边呢，落雨能了，俺让这个落雨能了，给原先没被托呢，落给他去，一直给他去，原先养到把没把了等你给他没得个松，原先养到把了等你给他的俺把的钱，是吧？俺说落给他的这用过的哇。当我的用的，我的原则有一个带了马爸爸接了，当我那钱呢，得了带的原则有一个带了拍被一句接有不爱的，别呢，他的没大把人的，可能是七八人的，是那边呢，七八因为原则了带的，他没大把人，三百个落的给有的，人300个落，他没大把一把300个多，产业个刚才进来，哦，七八原则了带的，他没大把人300去给抽了吧，第有一呢。原则有一个带了马拍被一句要把那些原则有一个带了拍被一句刚才这个原则带了拍马拍的，跟的原则上我当不刚才这个原则的前面多嘛都给这写送，现在前面给多被刚才一个了，但没到不多被一句给错了哇。第一呢，你原则有一个带了拍被一句下错误的没都，我到底打错误，等俺做上面当错误的话，我觉得
那就是这边呢，就是大家可以去思考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们这边讲到说呢，就是视差异升起的方式呢，就是有5种。那收摄起来呢，就是可以分为3种。那第一个呢，就是没有任何原因所升起的视差异。那第二个呢，就是依靠着不是正确的理由呢，能够升起3种不同的视差异。那这是第2种。那第3个呢，就是依靠着正确的原因呢所升起的视差异。那在依靠着正确的原因呢所升起的视差异呢，它是讲说虽然有原因，但是呢没有经过抉择的这个视差异，所以这是一种视差异。但是有没有另外一种呢，就是你所依靠的也是正确的原因，然后呢，你也是经过抉择之后呢所升起的视差异。比如说一个人呢，他已经就是心绪里面呢，就是他通达了生因是无常，所以通达生因是无常的这个有情呢，他已经透由就是生因是无常，以是所作性故的这个正因呢，透由所作性这个正因，然后通达了生因是无常。那通达生因是无常的这个有情，他心里面是不是也可以升起生因是无常的视差异呢？如果有的话呢，就是有原因，就是他透由正因，然后也是透由抉择之后呢，升起的视差异。我们是不是可以安立这样子的视差异呢？那这个呢，是大家可以去多做思维的。呀，老师，他的呢，他ถือว่า有呗。那不知道说大家有没有问题？啥？卡啥？空气被那拿错等到打炸缺节米大的结巴引别些，等待的三路当产的事故，安尼的炸米大吧，等待开了几多啊？安尼拿错卡对那的结巴车个嘞，一句买把看这车个嘞噻，拿错一句啦，他全身的啦电嘞，他卡对结巴车个嘞，安尼是呢的一句买把车个嘞。那一句买把卡对车个嘞是呢？tendengi jamita ba re sambe ke lodi jamita ba la ngeshe tembo khadu ne so na milua ka cheden to ba tezong ge ngo yumu cho ba mita ba la milua sigorwa mita ba la cheden to ba mita ba ibe gyunsen gi to ne ngeshe tembo khadu ne so na tidu ko chama ani jaba cha do。那这边呢，就想请问仁波切，就是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现在透由就是讲解呢，能够依靠生意有法是无常，也是所作性故呢，然后透由这样思考，升起生意是无常的这个观点，这个概念。那这样子的这个概念呢，它什么时候才能够成为比度呢，而不是视差异？那就是它什么时候能够成为比度而不是视差异呢？那就是我们对于声音是无常的这一点呢，我们要升起决定解，就是决定的是我们了知，就是我们坚固的相信声音，就是透有理由去思维之后呢，然后完全能够通达声音是无常，或者说呢，我们对于说声音是无常这一点呢，就是能够完全的不欺狂，能够获得定解，也是要升起定解之后呢，这个时候才会变成比度，而不是视差异。那空气眼线是哪看的嘞？你是tempo ni mata你是tempo ni ba se jamita ba pe re sambe ki ani gyunsen gi to ni ngeba tempo ni ba jamita ba ta tempo gyunsen gi to ni ani gyunsen yang da be to ni ngeba tempo ni ba ta re sambe ta chi du gyunsen gi ngeba tempo ni ba chi la ni she tempo ni ba si ko ngeba。那就是什么叫做升起定解呢？所谓的定解呢，就是我们对于生是无常这个呢，我们是能够完全支持的，而且就是你兼顾支持生是无常这一点之后呢，你的心是完全不会对于生是无常产生怀疑，或者说呢，别人透有其他的理由呢跟你讲之后呢，你的心又变了，又开始觉得说，诶，声音到底是不是无常，并不会这个样子，它就是
完全透有理由呢，在思维之后，完全坚固的认为呢，声音是无常，这个呢叫做升起定解。ini lemce di yang ja jiwa jiers，等到变那个说讲述圣的界别给记党波的，变那个平面分组给界别讲述圣，他讲述圣温内吧的，ini党波这种对给讲述圣的解吧这边是开始拿空的温顺人民都是。抵抗啦的，我说当部讲出sen托马这种对，这样军生啦点的讲出sen借的多，军生面那个说样讲出sen借图有嘛类似，这样讲出sen托马这种对的解吧的类似，你空气之外，苏尼巴的给的讲出sen借吧呢，引进民记的西哈松这啦点的结果的类似。看见呢，平面分组嘅这位讲述性的阶级党波的温顺英国人别是讲主要的这些。对的，但党波的啦，深圳嘅讲述性啦，多qua嘛是我送建要嘛的是，我送建深圳嘅讲述嘅性啦，多qua嘛是我送嘅我专要嘛的是，我送嘅我南州就三个啥了嘛，都我送嘅我做图嘛的是。的确，那这边呢，就是想请问仁波切，当任运的这个菩提心呢，就是真实的菩提心升起的第一刹那呢，它是否是一种比量而不是限量？因为呢，它也是透有理由而生的。那仁波切这边就回答到说，就先把问题念好了。那还是说发起真实的菩提心呢，一定要透过止观双运才能承办。如果一定要透过止观双运才能够发起真实菩提心的话呢，那第一刹那无造作的菩提心呢，应该是现前才对，是吗？那仁波切就直接解释说，就是在众生地，就是众生心绪当中的菩提心呢，它一定呢是分别知，它是不可能会有就是现前体性的菩提心是不会有的，就是还没成佛之前呢，心绪当中的菩提心呢，它一定呢都是分别知，不会有现前体性的菩提心。长久嘅心的당부 통화 개연도 되게 안에 통화 개야 돼 안에 제바레에 스네 제바 자와니 말레스 제바기 균제 양다라 때니 개세야 되다 장주심 균제 양다라 때니 개세 균제 양다 개당데 균제 양다 조당데 카가레스 직체 니바들라 장주심기 안에 장주 제바 레베스디 장주심 제바 레기요 말레스 제바 레세야디 제바 임바디 장주심기 제바 인수에 서거르다 장주심 아니디 유도버 로코나 인다 마이 제바 지시 지베디오레스 그래서는 이제 가지기 나라 가르스모레스나 조장기 그러니까 장제 빼나 장제 초랑비기 대제sem게 되기 아니 유도구도 유 가르도구도스나 조장도구도 타고 제바 임바이나 유도버로레 그래스 유도버로 임바이나 유도야디 거기 조장 심제 탐지기 되도 조장 토바 되기 여바 인자 거기 조장 돌아보고요 그래스 대제 sem게 되게 그래서나 심제디기 강 대제 심제 탐지기 제도 조장 탐지기 사바 인자 강 조장 돌아보고 그래스 제자 자주 sem기 자주 총람비기 대제 sem게 되기 조장 또 말레스 디인데 마도나 아니 거기 유도세에 유도단에 계제 했어요 또 제바 이미디 가부차기요 다들라 또 조장 또 송예지다 마동 송예지 비자민다와 니고요那所以呢，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解释到说呢，就是只要是有情，就是尚未成佛的这个众生呢，他心绪之中的这个菩提心呢，他呢就一定呢不会是比量。
它为什么不是比量呢？虽然说我们要升起菩提心呢，也是要透有理由呢才能够升起菩提心，但是透有理由所升起的菩提心，跟我们在讲到说，就是我们的比度呢，或是比量，要透有理由升起呢，这两种理由呢是完全不一样的，这种升起方式是不一样的，所以并不是说哦，因为我们透有理由去思维理由才能够升起菩提心的缘故呢，所以菩提心呢是比量，并不是的。那这是第二个，就是抉择到说呢，菩提心呢它是否是比量？那接下来呢，第三个呢，就是比较会讨论的呢，就是会讨论到说，菩提心呢，它是否是一个能够通达境的这个了知，它是否是能够证得境？因为呢，在一些经的这个在就是不同的经论里面呢，有不同的程序。那有一派的程序呢，会讲说，就是以资粮道的这个菩萨来说，资粮道的菩萨呢，他心绪中的这个菩提心呢，那有一派呢是程序说，他是能够通达境的。他能够通达什么境呢？他所通达的境呢，就是圆满菩提。为什么呢？因为他心绪之中是希求圆满菩提的缘故，所以呢，他的心绪呢是要有能够，所以菩提心呢是要能够通达这个圆满菩提的。所以他既然能够通达圆满菩提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才会讨论到说，那菩提心它是否能够成为比量？他第一的了头发就有了，看来是那边呢，王不能不叫做人不去给原来没他第一才有的，电脑了啦，王呢他把同一个老青年成为原来给吧啦，都你到过来送有了，叫做人不去。就是王呢啦，王不能不是过来，王不能不给他把同一个老青年成为原来给吧啦，都你到过谁的？看来是呢，什么搞当过的是呢？王呢他把同一个老青年成为原来给吧啦，他把有没给大家切切。배나 코에 둥에레 탈베 코알레 탈베 타바지 여다메 제바르메 제지 아니 타바 여바 또 녜셰 녜니 타바 타바 드그레 마도 옹부뚜부나시 타바 요아레서 라와서라 때네 람서 타바 토에 정도 말이에요. 타바 옹부농부 된족이 강 주제기 유때라 여다메 제바르베 몬도 너네 유동원도 제구 또니 아니 주구연자 옹부농부기 타바 등이 로 증이 상황 길게 타바 유메 또 우리 타바 또 인도 고된 또 고된 또 동이 또 그야 지인데 델라테니 아니 고그레세지요 다 덴데 랍단 나타와이나 아니 자주세 뭐 옹보 nombo 된족이 자주세 된족이 조정 또 랍 공연다지 대대지 차고요那不过呢，这边就是有不同的这种就是程序的方式。那我们这边是讲到说，就是资粮位的这个菩萨呢，他是能够他进去这种菩提心呢，是要通达圆满菩提的。为什么呢？因为呢，他希求的呢是菩提。那这个最主要的论述是从哪里来的？那这最主要依据呢是依据贾朝杰大师的《宝性论大书》，因为他的《宝性论大书》里面就讲到说，就是对于利根者来说，就是顿根者呢，是我们讲到说，哦，你要去希求解脱，你要去希求菩提的时候呢，他心绪之中并不会去了解到什么是解脱，什么是菩提，只是因为说，哦，因为讲了呢，所以我就要去追求这个解脱，去追求菩提。但是他并不了解什么是解脱，什么是菩提。但是呢，在宝心论大书里面呢，是讲到说，就是利根者呢，在心绪之中，如果要升起真实的这个希求解脱之心的话呢，他就要通达解脱。所以就是说呢，他在还没有入道之前，利根者他在尚未入道之前呢，他会先去了解到什么呢是解脱。那等到他呢通达解脱的时候呢，他自然而然他就知道了说什么叫做灭地。那他既然知道是灭地的时候呢，他自然而然他就要通达空性。所以呢，以宝性论大说的这种解释方式来说的话呢，同样的菩萨，如果这个是利根菩萨的话呢，他在还没有升起菩提心之前呢，他要先了解到说他所追求的这个圆满菩提呢是什么东西。那所以他就要先了解到说圆满菩提是什么？他唯有了解圆满菩提之后呢，他才会去希求所谓的圆满菩提。所以以这种讲法来说的话呢，就变成说，还没利根菩萨呢，他在还没升起菩提心之前呢，他就要先通达什么叫做圆满菩提。哦，对的，本来开头人不是给送上了呀，咱们说给他把等于个老青年上来就来给把那个，两把洗个刀不来是。
tempa shiga togu be duje di ane dungen ki tewa gobai gode ma toba gode topde ligi mare ane goba ngodo chende ki samlo ligi mare chenda gode yoba togu gure di ju tempa shiga togu gure sundanji yore oda dende ki tona samlo tamba ina ombo nombe jugi chanju semde zu ta tolo inda mai oda jeba chesa ki chi chade yore hotere 同样的呢，课主杰大师呢也有讲述到说，就是以立根行者来说的话呢，他在尚未升起解脱之前呢，他要就是通达四谛，就是他要证得四谛。为什么要证得四谛呢？因为他所希求的呢是解脱，那解脱呢，也就是所谓的灭地。所以他在希求灭地之前，他一定要先知道灭地呢是什么东西，所以他要先通达灭地之后呢，他才会希求灭地。所以以同样的理路呢，立根的菩萨呢，他在希求 圆满菩提之前呢，他一定要先通达菩提。那这样以这种论述来说的话呢，那菩提心呢，它就要变成是能够通达尽的一个了知。哦呀去。仁波切，我不好意思，我想问您一下，就是您说那个立根菩萨，他通达灭地是以比量通达吗？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升起一个无造作的菩提心，是透有理路就可以去升起吗？还是必须一定要透过止观双运才有办法升起一个无造作的菩提心？谢谢仁波切。 거기 나 름체 수야디 나 왕보 노부기 다 고덴 또야디 디 제바기 통에 또 바르베세 고덴도 디 제바기 통에 또 바르베 어다 제바기 통에 또 봐마도 도사 요마레 가르치네스나 또 봐이나 체메게 또 봐마도 도사메레 체메 또 인데 무슨데 제바니 많이 무슨데 말와 심지에 그기 아니 전주샘라 사마게 봐도 전주샘데 또 봐모마도 무슨 뭐또 퇴코라 요마레 他多把人呢，多把车马的，多把车马的，结巴嘛都多少没？那就是以尚未成佛的是，那就是最初通达灭地的时候呢，他一定是透有比度呢去通达，因为以凡夫来说呢，他在最初通达的时候呢，他不可能透有就是现前去通达，因为呢，我们在讲到说要通达就是灭地的时候呢，一定是透有量的去通达，那量去通达的时候呢，那也只有限量跟比量，所以一开始呢，就是一定是透有比量去通达。那同样的呢，我们在讲说菩提心呢，如果是通达尽的了知的话呢，那同样的，他在 通达尽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刚刚有讲，就是尚未成佛之前的菩提心呢，它一定都是分别体性。那分别体性的量呢，也唯有比量，所以一开始呢，一定是透有比量呢去通达。那空指望你把的啦，讲去生物内界吧啦，那我全身嘅痛呢，三落当呢，只系约吧，只系有嘞，没那的引致名字时下送这啦店呢，现在讲去生只系有嘞。 균세 치다 마시 텐데 텐소 용기 참바단 다시 냠제 균세라 때니 계단 니 마도 도사 메르와 이 균세 때니 계고래 이네 디 균세 양달라 때니 계세데 제바디기 잠메다부터 로디기 아니 균세 양달라 때니 계세디다 여기 전주샘데 주기 균세 양달라 때니 계세데 카가래 오토기 잔다 제바데 주강가 잠메다부터 로스도 오토기 리바코에체 균세 양다 계제 시고요 마도 녀에도네 마시 진데 진소다 데기 계제 시기요 말이 균제 삼로다 계제다 말이 그래서 녀에도네 당다데 계제 시기요 말이 마시 진데 진소세데 삼로당다데 녀에기 계제 양다라 데네 시고라 마체마 녀제 미도와 소소랑게 녀에 다시 녀제 랑이 대화도바데 동이미도 바나시 신지 시에 대화도바데 동이미도 치과리스 균제 녀에기 계제 양다라 데네 계고라 단다디 다부지 마이나 오토기 리베기 균제 양다라 데네 계고요 균제 三罗当当的，给他们这位开发提的。第希腊兄弟给定义在那点的给谁的？既当长居生的希腊，长居生把伊那希腊兄弟给定义，长居生可能希腊兄弟给定义在那点的给那个马的，长居生可能，因为长居生原来给完了希腊兄弟，也会开个的。 그래서 자주 선바이나 신라 순대 가래서는 남도 좋아이 비켜래 남도 좋아이인데 신라 순대기 띵이지 요구고요. 이내 신라 자주 선 귤에께와 깨나 신라 순대기 예배 켜봐 요아마도 자주 선 코로나 신라 순대기 띵이질 때는 깨슬라고 이게 말해. 계제기 규조의 다시 냠제의 균대 명아도 조샤고요.
那第二个呢，就是在讲到说，就是菩提心呢要升起的时候呢，它是否就是要依靠着就是止观双运？那这边人们就先解释到说，就是我们在升起菩提心的时候呢，就是两种方式。我们升起菩提心呢，要么就是依靠着七因果，要么呢就是依靠着自他换。那七因果跟自他换思维的这种方式呢，跟我们比度呢在思维生是无常。因为什么什么原因，什么原因而升起的这个世事比度升起比度的这种方式呢是不一样的。因为比度升起，像升起声音是无常的时候呢，它是透由这种世事正因，透由理由呢去思维。但是呢，我们在思维自他换的时候，无论说你是思维七因果也好，因为七因果呢，我们就要从知母念恩报恩。那这种知母念恩报恩的这种思维的方式，它是比较类似这种领纳感受的这种思维的方式。你要先去了解到说，今世母亲对你的好，或者说今世谁对你的好，然后再把这样子的这种感受呢，然后去延伸到其他一切的有情之后，然后你才能够升起念恩以及报恩的心。它是透过领纳的方式。然后或者说以自他换的教授来说的话呢，是因为我是希求离苦得乐的，那我希求离苦得乐只是个原因。同样的，其他有情也是希求离苦得乐，所以为了我们都能够感受到最安乐、最殊胜的这种安乐的缘故，所以我要发起菩提心。它是透由领纳的方式呢，去升起领纳的这种方式呢，作为这个理由。所以他思维的角度是不一样的，光靠你透由理路去思维升起这个世事比度的这种方式，跟你透由感受上面呢去思维自他换跟亲果呢，那这种是不一样的，这种升起的方式是不一样的。那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就是讲到说，就是菩提心呢，它是否是一定要依靠着就是止观双运才能够升起呢？那经论里面就是有讲到说，就是菩萨心绪当中呢，就是一定呢会有止观双运。那当然这个也是从字面上去解释的啦，从字面上去解释说菩萨他一定呢就是会具有止观双运。但是实际上呢，光升起菩提心这一点呢是不需要透由止观双运，因为就像刚刚所讲的，就是最主要升起的因呢是透由七因果以及自他换的这种感受上面去思维之后而升起菩提心，所以并不是透由所谓的止观双运呢这种方式去升起菩提心的。讲比人界图这些需要饮食，那人界等到起给了培养率啊，错的血给透了的罗巴这个路噻，那图这些需要饮食。那这说的，这我做什么？那还有其他的问题吗？结束了吗？当年谈到一句的了讲呢，头发没，这样子了，头发没当的了2月的是，现在没被头发进的，现在也头发进2月的是。那因为我们现在呢，就是刚好讲到视察仪，那就是呢，大家如果说没有问题的话呢，那同样大家没有问题，这一点呢，也是一个呢，就是因为没有原因呢，所以没有问题。然后第二个呢，也是有原因的，所以没有问题，也是分为两种，一个是有理由的没问题，一个是没有理由的没有问题。呀，这里医学去，但医学的啥个？人拿了忙个别的做啊，接了。那时候，yang mangbo to na yang di paru le kiran zo pelo kya ko ro pelo inji miji kya ko da kiran zo di paru ta da nyenda la yang do thaulon chi ko ro di inji miji che ko ma je be kya wa yo re o ti re nge nyu ma do ma do be ki kunze di ya kan nyu de nge ya chi zo ti che 那就是补充一下，刚刚人们也讲到说，就是是菩提心呢，是菩萨的话呢，他就一定要升起这个止观双运，最主要是因为说他一定要承办这个正等加行。那正等加行就是一定有止观双运所承办的缘故呢，才说是菩萨呢，他一定要有止观双运。当然，这个也是字面上的解释。那人们就说，今天呢就先讲完这个视察仪的部分。那显而未定之呢，我们下一堂课再做解释。那
讲这样一点点的缘故呢，就是希望说大家能够好好的呢来做复习，因为有复习呢跟没有复习呢，就是差别是很大的，所以就希望大家能够坚持呢，就是好好的来做这些复习。哦呀，那我的说了。那我们将今天呢所有文法的功德回向世尊的圣教能够长久住世，那特别是三界法中华八大师的圣教能够长久住世，源远流长。那我们也回向了尊者还有一切和我们具法的上师能够发天安康长久住世，他们的心愿能够早日成办。那其他所有一切的持教大善知识呢，也能够发天安康长久住世，他们的心愿也能够早日成办。那其他对于社会有贡献的这些人，无论说是有宗教信仰还是没有宗教信仰，那有宗教信仰里面呢，无论说是佛教徒或是非佛教徒，那也祈愿他们都能够长寿无病，他们的夙愿也能够快速的成办。那除此之外，我们也祈愿一切的国土呢，没有任何的战乱以及疾疫，那特别是新冠肺炎能够早日洗除。那总之就是将我们三世所积的一切善根回向给一切的有情，那祈愿一切有情呢都能够早日成就佛果位。那种江北保护记得的干巴等共同生用活的，我文书如实了书法，大亨就是的，古色并如是，愿能水从彼等清净学。我将我此跟等皆回向，三世一切善事成者众，所做任何殊对我的胜全回向。我愿将此一切众善根，未显不显善行皆回向。所有理上供养佛如来，请佛久住世刚才间转来。认为过去学习忏悔等诸妙善根，回向一切众生起佛道，并且学引环绕国土中一切利益安乐跟远处，观音自在定自教授尊，宣诸经注只是三有尽，知心显力教法册，善持为生顶上言，智慧以上事业言，众生导师愿久住，希愿至尊上师及长寿，经善事业广传十方界，贤惠教法明理使占地，消除有情黑暗长安住，从诸愿令善事皆欢喜，并以获得佛力之广远。如来圣教遍扬于十方，修行所著妙善皆究竟。吉祥上师愿长寿，遍虚空界生善乐，知他尽罪而及之，快速成就佛国地。父母有情居安乐，一切恶趣很时空。菩萨认识住何处，彼等心愿皆成办。乃至有虚空以及众生住，愿无诸世间尽除众生苦。我也今天的了，突击去，大家谢谢。那说突击去。谢谢仁波切。谢谢仁波切。谢谢仁波。